2025聯校功能性體適能比賽嘅比賽形式包括咗個人賽同隊際賽。個人賽分為男子組同女子組，而隊際賽方面就會男女混合形式，每隊4人。以下會介紹一下比賽內容。第一個項目會係單車機400米，完成後接住下一個項目就係波比跳20米。波比跳開始嘅時候，雙手必須喺白線後開始。波比跳趴喺地下嘅時候，心口必須掂地。如果冇掂地，裁判會要求做返正確，先可以繼續完成動作。而上嚟嘅時候，可以以雙腳起跳嘅方式上嚟，亦都可以以跨步嘅方式，同埋膝跪踏步嘅方式上嚟。踏腳上嚟嘅時候，腳尖不能超過手指尖。所有起跳同埋落地雙腳必須平衡，唔能夠單腳或者前後腳起跳同落地。每一下波比跳開始嘅時候，雙手放落地下嘅位置唔能夠超過腳尖30 cm。如果超過咗30厘米，裁判會要求雙手必須放回正確位置，先可以繼續完成動作。最後雙腳必須完全跳過終點線才為之完成。接落嚟下一個動作係划艇機300米。完成後，手把必須放回固定扣上，才可以離開去進行下一個項目。然後下一個項目係沙袋弓箭步20米。弓箭步嘅時候，後腳膝頭必須掂地。如果冇掂地，裁判會立即示意，並需要重新做返正確動作，先可以繼續。弓步上嚟嘅時候，如果髕部同埋膝部沒有完全伸直嘅話，就會視為不正確。每一下弓步與弓步之間必須連續進行，中間不能碎步行前或者拖步移動向前，但可以允許弓步與弓步之間停頓，但重心腳必須不能移動。同樣，最後要完全過咗終點線先為之完成。跟住下一個動作就係滑雪機200米。完成後，最後一個動作係沙袋火箭推20下。火箭推蹲下嘅時候，臀部必須低於膝頭哥。上嚟嘅時候，手必須完全伸直，並同耳仔成一直線。3部器材嘅風阻係冇限制嘅，可以任意調校。所有距離都係由0開始。做到去目標距離之後，得到裁判示意，就可以去下一個項目。喺隊際賽方面，每個項目完成咗之後，必須同下一個項目嘅隊友擊掌，之後先可以去做下一個項目。